由我後生嗰陣型英帥靚正嘅潮哥，請各位收聽未來版嘅潮哥係感受中華裏邊嘅吹水內容。各位朋友，今日呢，其實我係連續影咗2場，而家係下半場。而家我嘅位置呢，就響呢個感受中華。咁就因為嗰個搞手阿日日老師呢，佢就好幫手，佢話有一位好漂亮嘅女孩子，今日呢就係嚟支持佢個活動，咁係第一次參加呢一個活動嘅。呢一位美女呢，就個名叫小楊，小楊，是小楊，小楊 ，hello 咁啊 ，hello，你睇睇佢幾靚，雙眼呢好有靈氣。個鼻非常之靚，明貌皓齒，正式真係美女。所以我話真係點解會吸引到咁多人上嚟深圳拍攝呢？冇辦法，因為深圳太多美女。咁而係我個宗旨係咩呢？就係咧，我唔影個喎，我係比較係選擇嘅。咁今日見到呢位咁靚嘅美女，哇！我即刻要開機啦，開機都嚟唔切啦。你都聽唔聽得懂廣東話㗎？聽不懂。聽不懂的我知道的。聽不懂粵語。哦，聽不懂粵語，好的。你有什麼說話可以說，也可以的。你說嘛？說兩句吧。說兩句吧。Hello，老師們好，我是小楊，然後身高167，歡迎大家來。哦，不會說。歡迎老師們來深圳找我來拍攝。我是，老師們如果說想拍一些什麼甜美風啊，都可以來找我。深圳美女是真的多，是不是？知道的，我呢，你呢，擺那個動作很漂亮，我呢拍了很多片。啊，是的，老師真的拍了我很多片，真的很多，我也真的很多了，感覺幾千張，到時候你後期都很難找。很好。嗯，今日非常之有大收穫。今日除咗呢位小楊嘅美女咧，陣間仲有一位叫做小慈，我都要訪問下佢嘅。咁就好啦，今日呢一個訪問我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咁多位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各位朋友，而家我咧就請我訪問咧，又係好知名度嘅高知名度嘅模特兒小閃。大家好，係啦，閃閃發光嘅閃，你睇下佢幾靚女，明貌皓齒，隻眼成粒荔枝咁大啦，唔係龍眼係荔枝啊！講真，佢啲皮膚又靚，好優雅嘅風味。咁今日咧，我哋係影咗2場，第2場咧就嚟到呢度，有少少時間剩咧都影下場。咁就而家我個位置係感受中華，咁咧就呢位閃閃嘅美女咧，其實好適合咩角色都得嘅，因為冇咁介意嘅。咁或者佢咧就好叻嘅喎，佢又識廣東話，講得又好，少少都唔錯啦，又聽得到。你睇佢中意我一幅咁樣俾，嗱你企翻高得㗎，冇唔需要係啦，你啦，玩得㗎。或者你有啲咩説話可以同各位朋友講幾句啊？歡迎大家嚟，你可以講廣東話、普通話都得嘅。歡迎大家來深圳玩。由我型英帥靚正嘅現代版潮哥，呼籲大家訂閱 Alan Chan 嘅 YouTube 頻道啊！